嗱，最近有一單新聞咧，我覺得幾有意思㗎。中國電商巨頭京東咧，最近就喺西倫敦嘅 Hammersmith 買入一棟辦公大樓，作為佢哋嘅歐洲總部，市場估值大概係1億5千萬英鎊左右啦。嗱，我自己覺得咧，重點就唔係京東買咗幾多錢，而係佢點解要買。嗱，如果一間公司，大家試諗下一個新嘅市場，其實租 office 已經足夠啦，成本低、彈性高，但係今次京東咧係選擇直接購買一整棟嘅辦公大樓㗎。嗱，我個人覺得咧呢件事係本身反映咗一樣嘢啦，至少代表佢哋唔係抱住試下先嘅心態，而係有一個長期喺歐洲市場發展嘅準備。不過我覺得更加有趣嘅咧，其實就係另一個問題啦。點解係 Hammersmith 咧？提起大型企業嘅總部啊，好多人其實第一時間會諗起 City 啦，或者呢個嘅 Canary Wharf 嗰邊嘅。但係企業揀總部咧，其實同我哋買樓咧都係非常之相似嘅啫，唔係需要揀最出名，而係揀最適合嘅一個。嗱，Hammersmith 咧其實係有幾個優勢嘅。首先佢本身已經係西倫敦其中一個科技同埋創新企業嘅集中地，附近有 Google 啦、DeepMind 啦、Meta 啦、Disney UK、L'Oreal 等等嘅跨國企業，旁邊仲有 White City 嘅Innovation District， 對科技企業嘅招聘同埋吸引國際人才咧都有一定嘅優勢㗎。第二咧就係佢鄰近呢個 Imperial College 嘅 White City Campus， 近年咧校區係集中發展 AI 啦、機械人啦、工程同埋創新科技，對於企業嚟講咧，無論係科研合作定係招聘畢業生咧，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第三咧就係交通上高嘅優勢啦。嗱，Hammersmith 咧去 Heathrow 機場係非常快㗎，方便管理層往返歐洲各地啦，同時亦有多條嘅地鐵線連接市中心。再加上相比起 Mayfair 或者 Soho 呢啲地方咧 ，Hammersmith 係更加容易係買到一整棟嘅辦公大樓，嚟到作為呢個未來嘅擴充嘅空間咧，亦都係更加大㗎。所以由企業嘅角度去睇咧 ，Hammersmith 雖然未必係最出名，但可能係最適合嘅。每次有呢類嘅新聞咧，都一定有人問啦，咁附近嘅樓價咪一定升咯？嗱，我就唔會咁樣分析嘅，因為一間企業搬入去咧，唔代表樓價一定升。但係如果越嚟越多企業選擇喺同一個地方咧，自然會帶嚟更多嘅工作機會啦，更高嘅收入嘅人口啦，更活躍嘅商業活動啦，同埋更多嘅住屋需求啦。嗱，呢啲因素咧，先係一個地方長遠吸引力嘅來源。所以我分析一個地方咧，其實係好少第一時間睇樓盤嘅。因為我一直都覺得咧，真正令樓盤有吸引力嘅，唔係棟樓起得幾靚幾美輪美奐，而係佢所在嘅地方有啲乜嘢歷史，有啲乜嘢嘅文化，有乜嘢嘅產業，同埋有乜嘢嘅生活方式。當一個地方本身充滿吸引力，樓盤自然就會變得吸引。房地產只係一個城市發展嘅一個結果，所以京東今次買歐洲嘅總部咧，我會將佢視為一個值得留意嘅信號，因為每一間大型企業嘅選址咧，背後都係會有一套非常之理性嘅商業邏輯㗎。我認為咧，理解呢套邏輯比起單純咁追一單新聞，更加能夠幫助我哋理解一個城市，甚至乎一個地方嘅真正價值。